心啦，咁佢咧上個月咧月底嘅時候亦都參指教，咁好多謝曹學長邀請我今日咧幫手做呢一個主持啦。咁就喺開始之前咧，咁就想藉住呢個機會，好簡單介紹下 LUUAA 嘅本科生校友會嘅。咁我哋其實有8位幹事啦，嚟自唔同年份畢業嘅同學仔，咁佢哋都好有熱誠啦。咁而家工作咁繁忙，都肯撥啲時間出嚟咧去服務學校嘅。咁我哋嚟緊咧中秋節咧都會有另外一個新嘅活動舉行，咁就係一個花燈霓虹燈嘅工作坊，咁啊再加埋解釋一啲 IT hybrid 嘅最新嘅發展趨勢咁樣嘅。咁其實 LUAA 咧，咁就係大同學會嗰度啦。咁另外仲有我哋本科生 undergrad 同埋研究生 postgrad 兩個屬會嘅。咁我哋其實咧啱啱過咗 AGM 啦，咁就4月14號完成咗啦。咁之前咧，其實咧我哋就搞咗一個頭炮活動啦，咁就係而家人氣好急升嘅林家謙歌手創作人嘅音樂分享會啦。咁佢就講翻以前喺嶺南嘅住宿舍啊，同埋學習嘅一啲趣事，咁都吸引咗好多同學過嚟上線睇嘅。咁呢個就係頭先提及嘅嗰個中秋節嘅霓虹燈工作坊啦。咁亦都會有同學咧係做緊呢一個 IT hybrid 嘅 workplace 嘅呢一個行業，咁就同啲同學咧可以喺一個hybrid 嘅 workplace 嘅地方咧去製作呢一個花燈咁樣。咁遲啲有報名嘅詳細情況咧就會 share 俾大家參考下。咁歡迎大家追蹤我哋嘅social media 啦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咁阿曹學長又好有心啦，咁佢咧上個月咧月底嘅時候，亦都參加咗1年1度嘅盛事啦，嶺南大學嘅 Homecoming Day 啦。咁入邊咧其實好多有心嘅在校嘅同學添啊。咁我哋咧就曹學長亦都發掘到2個新星啊，咁就嚟緊遲啲咧都會加入埋我哋呢一個Zoom 嘅 meeting 幫下手做 backend 嘅嘢，同埋可能會同埋畢業嘅同學咧都可以一齊交流。係啦，咁呢一個簡介咧就係咁多啦。咁跟住想麻煩阿毛學長幫手咧，就播一播嗰個校歌。上個禮拜咁就又因為加入咗嶺南咧，知道我哋嶺南好多嶺南人喺多倫多同埋另外一個城市 LA， 所以自己咧就飛咗落去探望咗佢哋。咁咧就真係咧嗰種熱情嘅款待咧澎湃到咧，我而家咧都好記得。咁咧就我特別好開心咧，我就去咗 LA 嗰邊嘅校友會先嘅。咁其實我最初咧就我朋友車我去啦，因為我唔係好熟啲地方。咁咧就去到一個位咧，就係我一見就見到個 logo。咁咧就我個 building 外邊，因為有個 logo， 我就同我朋友講，我一定喺呢度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好聰明，即係擺咗個 logo 喺門口先，咁變咗我就好容易即係 identify 到呢度就係即係嶺南嘅地方。咁啊見到即係已經有班學長咧喺度即係等緊我哋，咁啊好得意嘅喎，有啲嫁入嚟嶺南添嘅喎，即係譬如嗰啲係丈夫係嶺南人，但係個太太都喺度啦，或者調翻轉啦，係啦，即係稱不離陀咁樣啦。咁啊所以好一家人。咁跟住咧又即係我哋喺晒嗰個牆嗰度咧有晒咁多個社嘅 logo 啦，同埋有咁多社喺邊一年啦，係啦，所以我自己都即係覺得哇，好似呢個嶺南風咧喺LA 絕對都唔弱嘅，係啦，咁啊呢個係喺 LA 嗰邊啦，跟住好客氣你同我去咗食飯，咁去到多倫多咧，其實咧嗰日咧係我應該翻嚟香港嘅之前嗰晚，咁點解去到咁晚咧？因為係會長佢之前去咗溫哥華，係啦，咁所以你要夾翻啲時間，佢又喺多倫多，跟住我又喺多倫多咁樣，咁啊首先好開心啦，又見到周耀琪學長啦。係啦，因為我知道佢已經97歲高齡，但係身體仲非常之壯健。咁咧就即係同我哋又分享佢自己過去嘅著作啦，同埋佢喺 Ontario 即係被肯定嘅成就啦。係啦，咁我亦都好開心將我哋嶺南嘅最新出版嘅刊物係啦帶咗過去同周學長同埋咁多位其他嘅學長，阿謝學長係啦 Tom 姐加埋所有嘅多倫多嘅朋友一齊分享嘅，係啦。咁我記得嗰晚咧，仲有啲學長咧同我講，佢話佢哋其實喺嗰邊咧就好希望可以聯繫一啲年輕啲嘅校友啦，係啦。咁如果我哋啲年輕嘅校友，無論係就業啦，或者移民啦，或者去定居啦，係啦，其實佢哋都好願意咧，可以加一把力咧，可以幫下佢哋，譬如係settle down 啊等等。
咁所以呢一方面嘅資訊咧，我都帶咗俾你，我哋香港嘅即係同學會啦，同埋我哋香港嘅校友關係嘅部門。如果我哋可以係做呢個聯繫咧，請大家唔好客氣，係啦，以令到咧加拿大或者係海外嘅校友會咧都可以有多啲新血啦。而我哋啲年輕啲嘅嶺南人咧，去到唔同嘅地方都有我哋嘅嶺南嘅大家庭咧一齊即係等佢哋融入得個地區更加好，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我哋好想即係做到嘅。咁喺當日咧，我記得喺多倫多校友會嗰個飯宴嘅時候咧，亦都有校友咧分享過，即係好耐冇翻嚟香港啦，因為未復常。好像我而家可能會有機會將來會翻嚟香港啦。咁如果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請一定唔好客氣咧。同我係啦，call 我或者阿 John 啦，或者阿 Carol 啦，係啦，我哋好願意咧，即係喺呢個香港接待大家嘅。咁同埋咧嗰日咧就有講過 homecoming 喎，因為咧我一翻到嚟喺多倫多翻到嚟香港就係 homecoming day 啦。咁所以咧多倫多嘅校友咧就之後講過，哇！第日即係有冇機會受埋佢哋玩啊咁樣。咁我話我哋今年咧就阿 Carol 咧同阿 John 咧就佢哋好好啊，即係搞到個 homecoming 好好，因為我其實完全冇搞過，我翻到嚟咧佢已經開始緊啦。咁咧就但係咧就因為今年個 homecoming 都好熱鬧啦，我哋係主要喺香港有成計埋工作人員咧有成近300個嘅校友啦，或者同學啦、老師咧參與，咁所以非常之熱鬧。嗰日咁巧咧，本來諗住話係紅雨嘅，結果咧個天氣都非常之晴朗。咁所以我希望咧有機會，我哋將來再搞 homecoming 嘅時候咧，真係你哋喺海外嘅可以 homecoming， 係啦，可以翻到嚟我哋香港住下我哋嘅宿舍啊，睇下我哋最新嘅發展啊咁樣樣。咁同埋咧就可能我哋之前都提過啦，我哋其實9月咧喺香港嘅屯門校舍咧，我哋會延伸去到一個城市嘅校舍，就係喺西九文化區嘅 M+ 博物館嘅大樓。咁我哋喺嗰度咧，亦都會增添咗2萬尺嘅地方咧，作為課室之用嘅。因為咧係應付我哋日益發展得好快嘅呢一個碩士課程啦，同埋某部分嘅新嘅學科係啦。咁而嗰啲新嘅學科咧，我見到而家嘅新聞報道咧，都係話咧，我哋嗰個收生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我哋除咗喺嶺南我哋屯門嘅校舍去花香即係又有樹蔭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城市嘅校舍。我相信咧喺9、10月落實咗之後咧，大家都好歡迎咧可以嚟參觀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最近嘅發展。咁我過去佢哋嘅熱情咧，令到我想下一轉咧都唔去第二啲地方遊玩啦，都係想繼續去翻美加多啲。所以如果我再去美加，希望即係大家唔好介意，我有 call 個電話，我哋可以嶺南人可以一邊見。咁同埋咧，我今次我未有機會探訪 Vancouver 啦，係啦 New York 嗰邊啦。我知道 Calgary 都有校友，係啦，希望咧我下次咧再可以攞多少少假期，我可以行多一轉遠少少嘅咁樣，或者同埋其他嘅學長一齊可以遊覽下周圍嘅地方。係啊，多謝咁多位嘅招待，好多謝，好多謝，好多謝。邀請咧就去做一個今日嘅嘉賓嘅介紹人啦。咁啊，曹學長咧，喺我心目中咧係一個開心快活嘅嶺南人啊，同埋咧就做咗好多嶺南事，所以今日咧我都好榮幸咧係去介紹佢出場嚇。咁曹學長咧係好社1972年嘅校友嚟嘅，咁佢亦都係我哋舊校就司徒拔道嘅嶺南中學嘅寄宿生。咁由於佢喺個寄宿生涯入邊咧，就識到唔同級社嘅宿友啦。咁亦都喺個過程入邊咧，同嶺南係建立咗一個好深厚嘅感情。咁喺中學畢業之後啦，咁喺67年咧，亦都係成為我哋嶺南書院即係今日嘅嶺南大學嘅前身咧，就報讀書啦。咁同埋曹學長真係好活躍嘅，咁佢成立咗我哋嶺南嘅第一屆嘅學生會咁成為咗我哋第一屆同埋第2屆嘅學生會會長。同埋佢對於我哋學生會個架構咧，就除咗幹事會之後咧，亦都搞代表會啦。咁同埋亦都成立咧嶺南人編輯委員會咁坦白講，佢整到咁好嘅架構咧，喺日後咧，我都係能夠有榮幸成為嶺南人編輯委員會嘅其中一員。咁喺68年嘅時候咧，咁曹學長亦都以
我哋嶺南書院學生會嘅身份咧，就成為我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即係學聯嘅其中一個成員咧。咁由於曹學長咧，亦都係能者多勞啦，咁亦都提倡咧，就係港大崇基浸會書院咧，就聯合創辦咗一間叫做學聯旅遊。咁係亦都咧係成為咗我哋香港其中一間好極具規模嘅學生旅行社，係專辦呢個台灣環島遊。深得學界歡迎。係啦。咁我畢業嘅時候咧，我畢業旅行咧都係去台灣嘅，我都係參加學聯旅遊嘅。今日真係好得意啊！所以好榮幸去介紹翻曹學長。曹學長喺72年畢業之後咧，就進入銀行界啦。先後喺多間唔同嘅商業銀行同埋投資銀行入邊咧，就成為咗一個資深嘅銀行家。咁喺退休之後咧，佢更加成立佢自己個人嘅財務顧問公司，協助佢自己一啲著名嘅客人啦，就好似恒香餅家黃氏集團啦，就上市啦。咁亦都咧協助部分嘅客戶咧，就去收購呢個叫車里哥夫妙麗手袋。咁呢啲喺香港一個好著名嘅品牌。咁05年咧，曹學長亦都成為一間上市公司嘅其中一員啦。係專係負責中國同埋法國嘅環保方面嘅。聽唔到啊？周偉林係聽到啊，我呢邊聽到。聽到嘅，好清楚。OK， 咁我繼續。咁喺15年咧，就曹學長咧就移居溫哥華啦。本着一日嶺南一世嶺南嘅精神咧，投入更加多嘅嶺南事，咁利用自己獨有嘅親和力啦，同埋凝聚力啦，係加強咗我哋學校咧就好多美加嘅聯繫啦。咁喺先後成立咗呢個嶺南第一 Zoom 同埋呢個叫做紅灰天地 Zoom。亦都係先後喺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成立咗好多嘅群組啦，係凝聚到超過400個海內外嘅校友。今年咧就適逢咧嶺南會所創辦70週年啦。我哋今日咧就有請我哋曹家道學長啦，希望就俾一個深度嘅遊，帶住我哋去遊覽下，回顧嶺南會所嗰個一啲往事俾我哋聽。咁有請曹學長。嗰個 screen sharing 喺度做緊。大家都記得1952年咧，中國教育部改革高校嘅調整，即係做咗一個調整，關於中國內地嘅大學嘅體制。最主要就係將私立嘅，對唔住，聽唔聽到 ？OK。最緊要就係將私立學校、高等教育嘅私立學校變為公立，變為國立。於是將嶺南大學就併入咗中山大學，將嶺大、將康樂嶺南大學咧瓦解咗。咁啲校友走去邊咧？個個紛紛嚟到香港，紛紛四散，有啲去東南亞，有啲咧就去澳洲、去美加，大把啲校友咧就四散。不過香港咧成為一個集中地 ，OK？ 聯繫工作就要諗下點樣聯繫，同埋佢哋嘅嶺南嘅心，從來就冇瓦解過嘅。雖然嶺南大學就已經不存在喺廣州康樂，不過校舍至到今時今日仍然喺樹。我想講一句說話，就係我哋嗰位校友學長咧，就叫做李瑞明咧，就作咗一本書。李瑞明作過2本大嘅著作，關於嶺南。嶺南本身
係咩意思啊？嶺南即係南嶺 ，South of China 係咁解啫，講地域。所以喺嶺南未成立之前咧，嶺南大學喺康樂未成立之前已經有本書咧，就叫做《嶺南》。呢本書咧就係鄉變文一個傳教人士寫嘅，喺1888年嶺南校出版嘅《嶺南》呢本書咧，係介紹咗嶺南地區嘅風土人情嘅，係一個 geography 嚟嘅，同埋人民嘅生活、教育各方面嘅嘢，未有嶺南大學嘅。咁呢個作書呢個咧，收尾做咗第二任嘅嶺南大學校長鄉變文牧師，佢英文名就叫做 Reverend Benjamin Henry。係問題邊個係第一任校長咧？大家都知道，夏巴牧師、夏巴博士、夏巴先生。Harper 咧就係成立嶺南大學嘅第一任校長。好啦，咁後來因為佢認為嶺南係應該咧就喺華北一帶成立嘅，1888年之前咧喺度籌備緊，有封信就寫俾基金會美國，就話我哋想搞一間學校喺廣州嶺南、廣州康樂嗰度，嗰時都未揀到康樂，喺廣州一帶，咁啊就要求批准。咁啊美基會咧就收到佢有封信，個封信內容咧就講乜嘢咧？佢咧呢度話，當今之世嘅校友們啊，嶺南啊教育啊重現康樂所作嘅奉獻，意思就話原本 Harper 唔想喺廣州設校嘅，佢想喺上海華北一帶，點知佢個封信入邊咧寫咗隔離寫咗個我唔想喺廣州華南設校，喺旁邊寫個封信。個封信咧就有個影印本咧，我交咗俾 Carol 啦。今日個封信咧就係講要求喺邊度設校啊，就於是就話喺要求美基會去定奪。佢喺旁邊咧寫句我唔中意喺華南設校啊，寫咗個字喺度，都幾得意嘅喎呢個 Harper。結果俾400幾位鄉紳知道，於是上書俾紐約，就話我反對喺華北一帶設校，我要喺廣州一帶設校，400幾個，其中400個鄉紳喎。咁啊結果咧就決定咗喺廣州。喺康樂1888年就成立學校，其實1888年咧都未喺康樂咋，係借用某個學校，呢個就係培英中學，培英嘅學校同佢 share 一間學院學校咁解啫。到1888年之後，1903年先至有嶺南大學嗰4個字啊，嗰個就係廣東嘅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到1907年左右，嶺南大學就已經成立，變為嶺南學堂。好啊，唔好講咁多啦。咁啊呢度咧就話，當今領世校友們咧為嶺南教育重現康樂所作嘅貢獻，冇校友如南國鳳凰。南國就係頭先我所講 The South of China，又叫南國。鳳凰咧有兩個意思，因為鳳凰村嘅康樂鳳凰村以前好多墳地啊，咁啊全部移晒走，就起咗嶺南大學呢個鳳凰村，所以叫南國鳳凰。李瑞明好聰明嘅，
佢用南國鳳凰啊，因為南國咧就係嶺南咁解，嶺南就係五嶺之南，就係五嶺就係分水嶺嚟嘅，就將長江流域嘅水流去珠江，所以嶺南嗰個校徽有白雲山，有珠江河，更加有荔枝啊！鳳凰另外一個解釋，除咗地方嘅問題之外，係講火鳳凰啊，死而復生啊！嶺南語大學已經本來就死咗噶啦，瓦解咗噶啦。問題好在我哋嘅心，嶺南嘅心就冇瓦解到，全部係用嶺南精神、嶺南心。海外、海內、美加、香港，個個都係一顆心。所以我講嶺南史話點點滴咧，就係講嶺南嘅 background，嶺南大學校史嘅背景，51年係點樣處理嗰啲參考嘅文，點樣處理嗰啲文獻咧？呢個要多得兩個人，真係要多得兩個，不過兩個已經過咗身，一個就係李旭宏學長，一個就係李瑞明學長，雙李。李瑞明學長喺多倫多早幾年過身，臨過身之前係俾咗一小批嘅文物交咗俾我，我將佢交咗俾嶺南大學，交咗俾圖書館。好啦，咁啊個所謂鳳凰啊咁解咧，起死回生咧，所以叫火鳳凰。所以羅樂文、謝扶雅、嶺南李瑞明學長嘅南國風雲，李旭宏。校歌起源呢個唔使講啦，大家都知係司徒校歌嘅校徽就司徒惠。校歌起源咧就係由 Thomson 作歌，係 Cornell 大學用嘅國歌嘅校歌。OK， 喺 Cornell 大學用嘅校歌就由嶺南附中喺嶺南大學康樂嗰時，嶺南附中嗰個Mr. Gabriel 中文叫做貝利亞 Gabriel， 咁啊嶺南精神一路講落去，校徽陳樹柏教授廖承志，我一路會講落去噶啦。OK， 咁啊大家講翻現在啦，咁啊而家大家嘅心啊就喺度，哎呀嶺南復校，嶺南復校，咁啊要維繫。喺1951年開始，大家喺度諗噶啦，香港嗰班嶺南校友，包括李炳超學長、陳德泰學長同埋李旭宏夏日華嗰班。咁我諗再睇翻個 PowerPoint，another page PowerPoint 咧，我入邊咧就會講，就係話嗱呢個就係李瑞明啊，李瑞明同校長鄭國漢校長喺50週年嗰陣時咧，大家新聞記者招待會，咁啊叫做嶺大史官李瑞明。咁呢啲咧就李瑞明嘅手筆左手邊嗰度係講嶺南設立嶺南書院1967年嘅經過。咁啊第一個學生咧去報名咧就係叫做李瑞浩，第一個學生報名。李瑞明就話好啊，呢個人真係好咯。李瑞浩入嚟報名好啊，因為個名好聽。點解咧？底下嗰幾個字，桃李芬芳，帥氣情長，嶺南大學美好前程。嗱，李瑞浩咯。咁李瑞浩咧就同我同班嘅。咁啊，亦都係一個好活躍嘅女同學。咁呢個就係呢啲筆跡咧，就係李瑞明寫嘅。咁啊，右手邊咧就有封信咧，就寫俾我啊。李瑞明臨終之前1年，佢話家道，我有一紮嘢，嶺南大學嘅歷史嘅嘢，我會交俾你。你同嶺南同學會聯絡啦，就已經吩咐我做。OK。Another page，
入邊你會發現嗰啲歌咧就有好得意嘅，就有好多咧就係話咩新生活運動啊呢啲咁嘅嘢，啲第日先再講。嗱呢個 Harper 頭先我所講嗰個，咁啊好啦，咁啊所謂浮煙起於焚灰之末，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作者叫做劉樂文寫嘅一本書，意思話呢個煙咧就因為有焚火最後嗰部分，就其實一個煙咧騰上嚟咧就有個火鳳凰喺度嘅。嗱呢個就係佢啦。咁啊所以咧我有一個字畫咧就寫咗俾劉志鵬教授，浮煙起於焚火之末，南國鳳凰皆因紅灰精神。呢個我提嘅呢個字就大桂官咧就寫。咁啊嶺南通訊咧就係作用啊，就係因為嗰班校友們喺康樂走出嚟香港，又如何去大家維繫咧？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喎，有一班校友咧就由中國又去咗台灣嘅喎。咁啊當時佢哋覺得咧一定要復校，一定要復校，甚至 form 咗一個咧校友會添喎，喺台灣就組織咗陳香梅啊嗰啲大重磅人物，國際知名嘅，就入去做信咧，就係設立就係為咗唔想大家有個分化嘅形勢，大家合力去創校，會恢復翻嶺南康樂嘅嘢啦。咁所以嶺南通訊就作咗一個主要嘅作用喺呢度，同埋同學會要揾地方大家聚腳，所以有個嶺南會所咁解啊。咁啊，你其實來來去去咁多樣嘢，都係為咗一樣嘢，兩個字，復校。咁喺邊度復咧？喺香港復啊，定係喺廣州復咧？呢個咧就深尾就有一個進展啊！嚟到今日有香港嶺南大學、廣州康樂就已經雖然俾咗中山大學，問題就係已經可以叫做復校嘅一個象徵，就係話有個嶺南學院係咁解啦。咁呢個都成功咗大半噶啦，呢個好多得5簽得學獎能夠致力於嶺南復校嗰個精神。咁啊，亦都係紅灰至於話嗰個嶺南通訊咧，第一期咧就係咁嘅。咁啊，當時嶺南通訊係點解會成立啊？呢個完全就係李旭宏同埋校友曹耀學長。曹耀學長第一屆學生同學會會長，大家見到嶺南通訊第一期入邊有啲人物啊，大家都知道邊個打邊個啊。不過好多人現在都唔知邊個噶啦。我就係嶺南會所今日所講嘅嘢咧，我就抽一啲嚟講。好啦，咁啊跟住我要講咧，就係嶺南嘅常客喺60至90年代。我一陣咧，我就保留一陣講。咁啊，而家就講翻喺嶺南會所係所見所聞嘅嘢，就係最近嘅咧。我翻咗去，大家見到呢個咧就係嶺南會所。一入到去12字樓就有一個咁嘅牌，入邊好多人名嘅。咁啊，上邊咧人名嗰扎咧就永遠會員，下面咧就係普通會員，咁啊亦都分類嘅。咁啊，如果你去嶺南會所，去到請問聽唔聽到我講嘢？聽到。聽到。如果你去嶺南會所見到嘅水牌咧，右手邊咧，你會見到嶺南會所12字樓，嶺南會所13字樓。最得意咧，你會見到屈漢華律師事務所係另外一層樓嘅。我點解拎出嚟講咧？我都懷疑呢個姓屈嘅係乜嘢人士咧？呢位律師，點解我會咁問咧？嶺南會所喺1951年
已經着重籌備咗2年，反覆啲個籌備預備做會所指嘅地方唔啱，呢個又唔啱，嗰個又唔啱，有的都夏日華委機構各方面去幫手，結果都係決定1953年買一座大廈入邊1層樓好過啦，自資物業。咁啊好多得屈武琪學長，嗱姓屈嘅屈武琪學長，佢係一個地產發展商，嗰個就叫張記。張記建築喺香港當時就好出名。其實嶺南大學校友們啊，當時1950至60年代嗰段時間啊，來來去去最大嘅地產商都係嶺南人搞嘅。嗰陣時當然未有乜嘢長江實業啊、李嘉誠都未出嚟㗎啦。咁啊，當時有屈武琪嘅張記建築，亦都有陳德泰嘅大昌建築，亦都有彭國珍嘅嘉年建築、嘉年企業，亦都有黃炳禮學長嘅薄扶林，亦都有林夕宣嘅父親林護設立嘅聯益 Lam Wu and Company， 林夕宣、陳德泰等人喺嶺南圈子入邊係數一數二嘅大人物，係受得尊重嘅學長。佢哋係主要係做地產。咁啊，當時嶺南嘅眾臣就揾咗屈武琪，就叫佢讓安樂園大廈其中一個單位。嗰陣時張記起呢座安樂園大廈啱啱開始封頂完成建築，有入伙紙。咁啊，所以1953年咧，就1953年一路至到1960，到1960年咧先至搬入去，因為60年就啱啱起好嘅。咁53年至60年咧，就用李炳超學長喺干諾道中，喺德輔道中嗰個叫中記大廈。1953年就用中記，就正式有嶺南會所嘅所在地嘅，即係 before 張記大廈、安樂園大廈之前，1953至1960咧就係用中記。咁啊，陳國儀亦都做咗，當時亦都好積極去籌備呢件嘢。咁啊，李炳超就讓出佢康年銀行上邊一個單位，就叫呢座 building 叫中記大廈，喺嗰度用，喺嗰度咧就變咗嶺南會所嘅所在地。咁啊，未有張記大廈之前，佢哋去咗邊度做，邊度去聚會咧？嶺南嘅人去邊度聚會咧？1953年入張記大廈之前就無所定居喎，即係冇地方可以停喺度大家傾偈喎。完全係冇嘅，咪借地方，借告羅士打行，借聖詩酒店，聖詩酒店就聖 Francis， 即係樂星戲院隔離有座酒店嘅，喺嗰度開 party 聚會開會，冇嶺南會所啊嘛，咁啊亦都無數次咧走去麗池，北角麗池 ，OK， 又去皇后巷，即係而家 Mandarin 文華酒店嗰個以前係叫皇后巷，喺嗰度開會。咁啊好難得，由1953用張記用到1960年
好彩屈武琪學長能夠讓出一個單位，叫做安樂園大廈。今日安樂園大廈點會叫安樂園？因為樓下咧就有安樂園嘅餐廳，就張彼得家族開嘅。張彼得係一個虔誠嘅基督教徒，安樂園即係 happy 啊 ，happy garden 咁解啫。因為佢哋基督教咧就好崇尚咧，呢個就係話大家要快樂。安樂園大廈。安樂園嘅餐廳賣嗰啲咩熱狗最出名。OK， 今日呢個屈漢華律師係咪佢啲後人咧？我不得而知，亦都唔想考究。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好多時開會咧，喺聖 Francis 酒店，就係隔離 Roxy 樂星戲院。而家當然冇咗啦。如果大家去咧，就經過呢度啦，去銅鑼灣。啊！對面就豪華戲院嘛，以前好啊。左手邊呢個就皇后巷，皇后巷即係而家 Mandarin 嘅位，好多時喺嗰度大家聚會。後邊呢個咧就叫太子巷，1960年代就已經拆晒㗎啦。咁呢個亦都係同時拆咗㗎啦。個盧士打巷上邊有個 OK， 上邊。有個告路士塔酒樓㗎啦，所以有嶺南會所嘅設立嘅必須咯，你維係校友係咁解啫嘛。嶺南通訊係一個必須啊。當時李玉宏同阿曹耀大家去要求大家開會通過設立呢兩個大方案。咁啊，嶺南會所設立咗之後，咁啊同學嗰啲事啊，大家一齊做，由嶺南會所做埋。嗰陣時同學會都未有正式成立，嗰陣時已經只係有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分會，同學會香港分會啊，係一個組織嚟嘅啫。至到1960年啊，先至有有限公司，香港嶺南同學會有限公司。咁啊呢個咧就陳國儀，左手邊圖左就係左邊陳德泰、李炳超、陳國儀。嗱，呢個嶺南會所1960年開張，呢個樓梯仲喺樹啊！眾星朗朗照我身，我身非獨樂同群。啊，呢個就嶺南會所1953年成立，1961年去安樂園大廈。OK， 會所位處綜合核心嘅商業區嚟嘅。嶺南聚會嘅上街地點，加上共話，加上不知多少嶺南發展嘅宏圖大計就此構思出來啊！呢句係最真嘅。何止嶺南發展宏圖大計啊？國家大事都曾經喺度講過嘅，喺度開過會嘅。問題好低調咁處理。呢個就係李瑞明將嗰啲文件交俾我嘅一封信，一封便條。呢個伍占德佢有本書叫做《001》，係講美心集團喺中國第一個中外合資公司叫做001。佢送咗本書俾我，佢俾咗一個喺本書嗰度寫咗一個字，就話知難而進啊！改革創新，呢個好多時佢都送書都寫呢幾個字。不過問題冇上款，今次佢俾咗上款我覺得好榮幸。呢個嶺南會所起嗰個安樂園大廈起好啦。OK，嗱呢個咧
就係講話當時嗰啲建築公司最出名邊幾間，頭先我講咗噶啦。咁而家嶺南會所上邊咧，樓講12字樓咧，就有2間呢個房啊，有嶺南大學嘅圖樣，有呢個牌坊。上到13樓係酒吧，有酒吧，有個 wine list 就叫做懷士吧。懷士即係懷士堂啦，呢個 OK。咁當然有個休息室。嶺南會所之所以嗰啲菜式咁有進步，比以前好好多，全靠嶺南會所嘅同仁嘅理事們嘅合作嘅投入。咁最緊要亦都得到食家懷寧嘅幫手。佢嘅妻子就係李小媛，係我哋嶺南書院嘅同學。咁呢個同佢哋一齊拍嘅相。咁最近嶺南會所都換咗廚嘅。咁呢個就係謝師傅，來自東海集團嘅。咁佢自己亦都係一個好嘅一個大師傅。最近我上嶺南會所，佢帶我入去廚房咧，就食一嚿叫做無石骨紅糟嚟做嘅無石骨，認真美味，我值得推介。咁呢個嶺南會所不嬲 lunch time 中午有乜嘢食，夜晚咧就有呢啲咁嘅小菜。嶺南牛最出名，咁冬瓜盅。其實最出名我對最中意咧就係呢個甜品，就係雪糕涼粉。芒果涼粉我叫做芒粉，佢哋叫慣噶啦。咁嶺南會所好多時有聚會嘅，譬如話2018年咧就有一個大聚會。大家見到咧後邊咧就有幾位學長有楊敬初有楊賢日同埋Monica 同埋2位校友2位佢嘅同事岑展文、譚校友、譚學長機社嘅譚海慈呢個就林夕豪，呢個毛處長毛南傑。好啦，聽唔聽到我講嘢？聽到啊，聽到啊。好啦，我而家咧就講呢部分。常客，嶺南會所常客。其實我喺60年前就好多時都去嶺南會所，未入讀嶺南就已經對嶺南已經有啲密切嘅關係。呢個主要係我先父即係學長曹耀先生、曹耀學長嘅教誨教育。咁喺嶺南會所咧嘅常客咧來來去去咧就係呢班人為主啦。韋基球、陳德泰、阮兆剛、黃炳麗、林夕宣、曹耀、李旭宏、陳繼湯。韋基球學長係二天堂藥廠嘅即係佢家族開辦嘅。咁二天堂係一個著名嘅藥廠，後來就搞《天天日報》，成為彩色彩印嘅報紙。
咁啊，佢亦都係做咗我哋嘅校監，一位機構，亦都係創辦嶺南大學嘅前身嶺南書院，同埋陳德泰、阮兆剛、黃炳禮、林夕宣、曹耀、李旭宏呢幾位係一個創校嘅先驅。陳德泰頭先我所講就係大昌建築、大昌地產嘅創辦人，佢捐好多錢俾嶺南大學同埋中學嘅，所以有一個愛德華堂喺司徒拔道就係佢捐出嚟嘅校舍。佢個仔陳斌亦都用呢個基金，亦都捐錢俾嶺南大學，有個陳德泰嘅演講廳、演講堂啦。阮兆剛係以前嶺南同學會同埋任何一個組織有關涉及嶺南嘅嘢咧，佢都係做文書、做秘書，所以佢個花名叫文書王阮兆剛。黃炳禮就係陳德泰之外嘅一個地產發展商，熱心嶺南、熱心青年會，亦都曾經做過南華會，同林夕宣、曹耀一齊。佢個仔陳斌亦都用呢個基金，亦都捐錢俾嶺南大學，有個陳德泰嘅演講廳、演講堂啦。阮兆剛係以前嶺南同學會同埋任何一個組織有關涉及嶺南嘅嘢咧，佢都係做文書、做秘書，所以佢個花名叫文書王阮兆剛，係海外信託銀行嘅創辦人。佢嘅事蹟喺嶺南歷史，佢從來就唔係教會學校嘅，係美國人資助幫手建立嘅啫。曹耀係海外信託銀行嘅創辦人，佢嘅事蹟喺嶺南歷史入邊最大嘅事件就係沙基慘案。1925年6月23號，廣州發起一個遊行，喺東較場，大約10萬人去遊行，去抗議外國人欺負中國人。起源於當年5月30號喺上海發生嘅530事件，一個慘劇，死咗好多中國人喺南京東路同埋幾個地方，搞到中國人好唔開心，喺廣州發起大遊行，搞罷工，香港跟住有大罷工。1925年6月23號喺廣州遊行，當呢個遊行隊伍，呢個遊行隊伍入邊包括有黃埔軍校嘅學生，個個着住制服，陀住槍一齊去參加，亦都有廖承志學長，當時亦都係幫曹耀一齊去遊行，行到去沙面，忽然間沙面個區係一個領事區，即係而家以前係叫沙基，而家係叫沙面。喺嗰度咧係領事區，上邊天棚有紮兵喺度，有2個兵開槍，殺死我哋2個嶺南大學嘅學長。曹耀學長
面部創傷，成為一個最重傷、最嚴重嘅學長。至到佢臨，好在佢一路都係為嶺南做嘢，創辦成為創校嶺南大學嘅第一批董事。咁啊，當然上邊嗰幾位亦都係董事，同時成立呢個嶺南書院有限公司，1967年開學。咁啊，講翻李旭宏，李旭宏係嗰個嶺南通訊嘅主筆，嶺南通訊嘅主筆。如果睇翻以前嶺南通訊好多李旭宏嘅著作入邊，佢回顧翻以前嶺南嘅歷史，因為嶺南嘅歷史已經失傳。而家今時今日嘅嶺南歷史完全都係靠李瑞明喺各方面去搜集翻嚟，同埋李旭宏都係。美國基金會將嶺南嘅歷史亦都送咗俾去耶魯大學同埋美國嘅好多間大學，所以嶺南嘅歷史喺耶魯大學嘅圖書館可以揾到嘅。李旭宏亦都捐好多錢、好多文物出嚟。以前喺嶺南會所好多時就捉住我嚟講嘢嚟傾偈。而家講每個人同我嗰個關係嘅互動嘅情況點呢？我又講翻轉頭講韋基球學長。我無論喺嶺南中學又好，嶺南大專又好，好多時上嶺南會所，首先見到就係韋基球學長。韋基球好中意叫埋我坐佢旁邊聽佢喺度投訴，好多時佢投訴多過傾偈嘅。佢投訴咩？哎呀，今日廚房啲嘢做得唔好啊！今日嘅冷氣機又壞啊，點搞啊？又話呢個同學咁樣注意啊，其實就唔啱啊！我成日都聽呢啲咁嘅投訴怨言，我咪得個聽咯。咁啊，嶺南會所最出位係邊位咧？即係比較風頭甚勁嘅，就係陳繼湯。陳繼湯有個叫做名，就叫做司儀王啊，不如叫佢做金牌司儀好過啦。陳繼湯又寫得又講得，嶺南通訊除咗李旭宏、陳繼湯，亦都好多篇幅嘅。另外一位就係容啟東，容啟東就係崇基學院第3任校長，佢係嶺南大學1929年瑞社，同曹耀同班。郭文祖係永安集團嘅創辦人嘅後代，郭林褒、郭林拔係佢個家族成員。唐天新係律師，熱心嶺南，每日都喺嶺南嗰度聚會食晏。郭天志從事百樂門廣告，
識得好多娛樂圈嘅人。彭國珍就嘉年企業，嘉年又做過乜嘢嘅地產呢？大家都聽過乜嘢叫做綠文樓啊？文惠樓、文華樓、文乜喺佐敦嗰度嘅，就係佢做發展商。黃應康呢個校友同我家族係好有密切。黃應基、張鐵曾、鍾朝發、李榮康，一講李榮康咧，我就有嘢講。李榮康又係滔滔不絕講搞笑嘅，講笑話嘅。佢曾經講過3個笑話。第一個笑話就話，因為李榮康咧係利希慎嘅第2代嘅，李榮康底下有李銘澤，李榮康係細嘅。佢講過一個笑話俾我聽，佢話李元山咧喺我哋家族咧就向渣甸怡和集團啊買翻嚟嘅，所以成個山咧都係我哋利家嘅，所以叫利元山，所以有利舞台。我哋係我哋係新會人，我哋啲街道啊，咩啟超道啊、梁啟念、梁啟超啊、希慎道啊，好多好多都係用新會嘅名稱。我哋個個啊，李榮康話，我哋個個兄弟啊，都係博士嚟。有一日有一個人打電話嚟我屋企，佢話唔該，李博士聽電話啦。李榮康接呢個電話就話，你揾邊位李博士啊？我哋個個都係博士啊！呢個係佢嘅笑話。第二個笑話就係講李希慎有一次喺利元山上面某條街行下，有個人唔小心撞到佢，嗰個人好粗魯咁同佢講：喂，成條街係你嘅。李希慎又同佢講：你點知啊？真係喎，成條街都係我。最後一個笑話咧，我記得李榮康同我講，因為利家咧係從事酒店業咧都好多年㗎啦，利苑酒店啊嗰啲都係佢噶嘛。咁啊，原來廣州花園酒店亦都係佢㗎。佢發牢騷，花園酒店開張冇幾耐，佢同我傾偈，好中意捉我傾偈嘅，講笑話嘅。佢話：家棟，我好嬲啊！我話做咩事咁嬲啊？早6年前，中央政府批呢間酒店俾我哋，至到最近呢第6年啊，先至批到俾我啊！我話點解啊？啱啱中國開放係咁噶啦，佢話。咁我個 budget 咧，諗住咧由6億搞到而家今年咧埋單咧10億。咁你話激唔激氣咧？我話咁啊係喎，你好激氣喎。老實講，我對嶺南咧就好有親切感。你家喺廣州起呢個花園酒店，係用一個地產公司嚟起噶嘛？個地產公司就叫嶺南投資有限公司，即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叫嶺南嘅。如果你上網見到花園酒店咧，你會見到英文 LN， 即係嶺南。靚 LN Garden Hotel。我係咩？總之我就好谷氣，因為我使咗我哋家族使咗好多錢落去呢間酒店。
於是佢咧就作咗一首打油詩俾我聽。佢話中國開放似太陽，照得外商暖洋洋，政策實施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上級簽字兼蓋章，下級一概唔認賬。佢作咗呢首，佢話佢作啊，我唔知佢係俾度抄翻嚟啊。咁我聽完之後就一笑置之咯。呢個就係李榮康。李榮康係嶺南教育機構曾經做過主席嘅，幫嶺南做過好多事。好啦，跟住我講文華堡啊。文華堡係屬於硬社，高我一班。好多時嶺南有咩聚會，有咩 function 咧，好多時文華堡咧就捉住我一齊搞嘅。文華堡有個口頭禪，一開始講嘢咧，如果佢做主持嘅話咧，佢話 Ladies and gentlemen, low chives, noon chives and 中 chives， 好幽默。做話劇同我一齊亦都做過兩人嘅相聲，喺嶺南嘅 Christmas Ball 喺 Hilton。跟住講啦，夏日華係一個 X 光醫生，逢親嶺南人讀嶺南中學一定要經過佢驗身嘅。佢把聲咧就好沉，所以逢親唱嶺南歌揾 bass 咧低音咧就夏日華最出眾嘅。好啊，楊蔭樹呢個冇乜特別，伍占德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熱心校友，美心集團嘅校友。何中忠，sorry， 徐亨，花名叫高老亨、高老徐，運動健將。富都酒店嘅老闆，佢係遠東運動會、嶺南運動會、廣東運動會嘅一個名將，個子好高，所以打籃球好耍得。跟住講何中忠、馬兒英。何中忠係真光中學香港嘅校長，馬兒英係九龍嗰邊嘅校長。好啦，沈慧芙咧，其實佢丈夫咧就叫做馬宇莊。沈慧芙係一個熱心嶺南、熱心公益嘅，佢係女童軍嘅副主席，曾經做過女童軍總會嘅副主席。所以如果你去柴灣嗰條斜路上去咧，你會右手邊咧，你會見到一個馬沈慧芙女童軍嘅一個外展嘅中心，有座大廈嘅，有座樓嘅，你會見到沈慧芙喺嶺南會所常常出現，好多時盛會佢係唱粵曲。有人話佢曾經係中國第一個女空姐。嗱，韋基舜曾經寫過，韋基舜學長啊，曾經寫過一篇嘢，就係講話佢係空姐。韋基舜就喺度仍然都係一個疑問，因為冇乜資料可以你考證呢樣嘢嘅。Anyway， 沈慧芙係一個熱心人士，馬宇莊亦都係，其實佢兩個都係醫生嚟嘅。黃志允花名叫做盲公允，因為佢唱
佢係扮盲啊，最出名嘅喺嶺南嘅 function 入邊。佢唱龍舟歌最灑得，逢親有咩盛會都揾黃志穩唱龍舟歌，扮盲公咁喺度唱。所以今日我哋能夠請到羅省會長蔡德榮唱龍舟歌，係攞嚟應節70週年嶺南會所嘅事嘅。好啦，隔離呢位劉友章，劉友章嘅個子矮小，好細好矮嘅。問題佢文筆又係好嘢嘅，除咗李旭宏啊、陳繼湯寫嘢，劉友章亦都寫咗好多嘢。劉友章學長，佢係美林入邊做好高級，佢係亦都喺嶺南入邊好活躍。莫蔚然飲酒最出名，佢係文華堡嘅契爺。莫蔚然係1929年歲社嘅校友，好中意飲酒，嚟到嶺南會所一定叫威水，即係威士忌溝水。陸容章係陸佑嘅孫，陸佑堂係佢嘅阿爺，捐錢去裝修，去翻新。陸容章亦都捐咗一座樓喺嶺南康樂，就叫做陸佑堂。余文茂、林成長、林成強咧，係嶺南同學會小學，林成強係校長，早期㗎啦，唔知第一定第二任㗎啦。林千文亦都係佢哋嘅家族嘅。司徒光係著名嘅運動健將，參加奧運。李福兆大家都知，佢係嶺南學長，遠東交易所嘅主席，曾經喺嶺南書院教過我哋嘅。徐敬波好多時都喺嶺南會所出現。右手邊呢個咧就係話韋基信所講關於航空女傑耀香江，講沈慧芙係咪一個香港空中小姐咧？佢入邊咧就主要都係講沈慧芙係一個熱心社會活動嘅一位女士。呢幅相就係講沙基慘案，蔣介石、蔣中正寫沙基血跡，黃埔雷潮。頭先我講話嶺南大學率隊去參加遊行，曹耀為首嘅學生領袖，結果就係重傷。咁6月23號，咁於是發生呢個慘案之後，死咗好多人，咁有個紀念碑咧，就係叫做無忘此日。19入邊講6月23號發生嘅嘢，所以嗰條路咧就叫做623路。呢個就嶺南大學嘅學生。而家我要講呢幅相咧，就係嶺南書院，即係嶺南大學第一日開學嘅一個典禮。右手邊呢個咧就係陳德泰學長，呢個就曹耀。OK，無獨有偶，
兩位學長都係同一年死嘅，都係同一年過身嘅，都係喺美國過身嘅，都係醫院過身嘅。陳德泰1981年8月18號過身，喺 California 過身，喺羅省。咁呢個係佢父文，呢個咧就係曹耀，又1981年，遲陳德泰3個禮拜啫，911 9月11號，中秋前夕過身。本人亦都飛過去辦理喪事。即係無獨有偶，兩個人都係1981。嗱，呢幅相，呢個林坤先生，林坤先生亦都係嶺南會所常客。OK， 林坤先生係中華七廠嘅老闆，佢崇尚香港人用香港貨，曾經喺嶺南書院主講關於呢個題目。呢個我細個嗰陣時嘅相。唔占得有句說話係金句，嶺南有同學會。點解佢會咁講呢？嗰陣時嶺南學院喺廣州開咗之後，有班美國嘅教授啊去參觀，就問佢，中國有好多領導人啊喺北京大學畢業，亦都有好多領導人呢都係清華大學畢業。咁你嶺南人有冇喺呢啲學校畢業㗎？有冇出名嘅人啊？唔占得答，我哋有好多，因為我哋嶺南有同學會啊。咁呢個字話咧係一個徐英華喺羅省寫嘅，所以咧佢代表北美多倫多、溫哥華、西雅圖、New York、三藩市、洛杉磯，就紀念伍占德嘅呢個。我最後同佢影嗰幅相嚟。咁啊，陳香梅亦都係嚟親香港咧，美國過嚟咧，實去嶺南會所，因為佢舅父亦都係廖承志廖承志。咁呢個 Nixon 呢個就基辛格，佢寫完呢個俾羅省呢個字冇幾耐就已經過身。嶺南同學桃李芬芳，其實呢個嶺南同羅省嗰個咧係一個影印本嚟嘅啫。咁呢個真傳咧就有位校友 keep 住咗。呢個陳德泰，唔係 sorry， 呢個係李福兆、司徒安，上海嶺南校友。呢個本人，呢個就係呢個就係花園酒店廣州知名嘅品牌美心、大家樂、大快活、維他奶、博斯尼、永安、中華七廠。我要講下大家樂、大快活，就係羅桂祥先生，就因為後生1930幾年嗰陣時咧，就去聽一個嶺南大學嘅教授講關於做豆奶嘅演講。新呢位教授就叫做趙恩賜，佢喺 Cornell 畢業就攞咗一個博士學位，佢有個論文好出名嘅。咁羅桂祥咧就好崇拜佢，就問佢點樣做豆奶，結果就學咗之後就
繼續喺維他奶咧，就將佢發揚光大。咁啊，佢嘅細佬咧就開咗大快活，另外一個細佬咧就開咗個大家樂，跟住另外一個細佬開咗大快活。羅開木、羅開陽、羅貴祥三個上市公司，500億嘅總資產㗎啦，而家完全都係嶺南趙恩賜學長教出嚟嘅一個學生，可以咁講。咁啊就由維他奶一路發跡，所以佢啲細佬就搞大，佢係第七、第八、第九，第七排第七嘅，第八就大家樂，羅開陽、羅開木。嗰陣時喺嶺南會所開會，好多時羅開木都有嚟開會嘅。咁啊，羅開木將大快活咧就交俾個女婿，就係陳裕光。OK， 咁啊，至到而家陳裕光都交翻俾羅家去管㗎啦。咁啊，今日我所講嘅咧，大致上係咁樣。咁啊，又講翻點解我會海外信託頭先我講咗啦，曹禺學長呢個咧點解我會擺落嚟咧？嗰陣時永安係4大公司嘅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咧就係先施嘅創辦人馬應標，亦都係幫嶺南好多捐好多錢，所以嗰個馬應標嘅嗰個樓咧，應標堂咧就喺廣州康樂嘅。我諗大家今日所講咧大致上係咁多，多謝。對唔住，我講得好散係咪？曹學長啊，喂 ，Amy 喺度啊？係我其實應該要走噶啦，但係咧因為你嘅內容咧太吸引，所以其實我一路喺度聽住嘅。咁同埋咧多謝你喎。我對於嶺南嘅歷史咧一路都仲係學緊，所以你頭先嗰個分享咧令我咧識咗無限倍對嶺南嘅歷史咧背景咧同埋嗰啲嘅人物嘅關係。我估我哋下2個禮拜喺香港可以再慢慢傾，但係好多謝你呢個分享，好多謝，讓我識咗好多。多謝你。多謝你。係啊，阿 Carol 有咩意見咧？我都多謝曹學長去分享啦。你平時其實你都好多嗰啲去資訊去分享俾我啦。咁好似我哋正如咁講，我哋嚟緊8月尾，我哋有喺窯館嗰度有一個嶺南即係去故事嘅一個主題嘅去 cafe。咁都多謝阿曹學長，你就可能你都可以去提供少少嘅去展品俾我哋去展出。咁都好多謝啦。咁我可能我下個禮拜就會去嶺南會所嗰邊去攞啦。OK。其他有冇人可以拎啲話題出嚟啊？張玲離開咗啊？心香港嘅教育，所以咧喺佢名下咧目前係有好出名嘅中學，喺葵涌嘅有林護紀念中學。咁另外咧就喺屯門就有一間係紀念林護嘅原配。學2年級先加入嶺南呢個大家庭啊，咁所以即係知道嗰啲嘢都唔係咁多咯。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嘢，咁原嚟我哋屋企點解要擺我哋去嶺南咧？原嚟都有千絲萬縷嗰啲咁嘅嘢。之前咧就喺樂活路、樂活道啊，香港仔嗰度過去，咁啊，所以變咗咧寄宿咧就咁多年嘅生活啦。我第1年寄宿嘅時候咧，最深印象咧就我住宿舍嘅時候咧，我哋個個都百厭星嚟嘅。喺新宿舍1樓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好嘈嘅。
咁咧結果咧嘈到咧樓上4樓咧，阿楊敬初走落嚟咧就捉住我哋咧，就話我哋點真好似跳喺我面前跳咗，佢冇睇。個膊頭喺度搭我膊頭，你快啲出嚟食飯咁樣。咁樣咧就我淨係想講同各位學友學長問候，同埋咧阿曹兄，你就多謝你今晚嘅我知道你咧對嶺南非常熱心，同埋你咁多年咧你做自己嘅 research 啊，同埋乜嘢講嶺南嘅背景同埋歷史，真係好令人佩服。咁我亦都受益不少，所以喺呢度咧我向你多謝。希望日後咧呢幾個月咧，或者喺香港見，或者如果你翻嚟 Vancouver 咧，我落嚟 Vancouver 揾你 ，OK？ 同埋各位咧下次見喺網上。OK， 我而家 tap out 啦。Philip，你喺多倫多啊？我喺 Calgary。